2020年12月29號星期一，我返嚟啦。2日冇見大家啦，大家最近過成點啊？原本呢28號尋晚就翻咗嚟噶啦。不過即係可能你會問下，點解今朝冇報新聞嘅呢？咁樣嚇，因為冇辦法，尋日翻到嚟真係太攰啦，12點幾啊，翻到香港，翻到屋企啊，12點幾啊。咁啊，今朝都冇咩力量啊，可以繼續報新聞啊，所以即係唞一唞先啊，即係攰得滯啊。可能因為有時差啦，係啊，廣州都可以有時差噶。不過坦白講嚇，就原本我嗰個行程係3日2夜啊嘛嚇，大家有聽就知啦。咁啊，但係去到最後呢，就變咗即日來回啊，因為早2日呢就唔舒服啊，屋企人唔舒服咁啊，所以唞一唞先啦，唞好精神先出發啦咁樣，咁啊，所以就變咗係尋日呢就即日來回，因為主要今次去廣州嘅任務呢就係去一個朋友嘅婚禮嘛，咁啊唔緊要啦，咁啊淨係去即日來回，咁啊都。雖然去咗一日啫，但係嗰個體驗都幾多嘢可以分享。我哋稍後睇下有冇機會啦，喺個拜仁周記嗰度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即係補翻啦嚇，即係中午嘅時候咧就唔報天氣啦，因為即係我而家報緊嘅時候已經係午飯嘅時候啊。咁啊，我哋睇翻有啲乜嘢新聞要同大家跟進下啦。咁啊，有一個嘅孕婦就係臨生之前咧就飛的啊，去到呢個東區醫院。點知咧肚裏面嘅 BB 啊趕住出嚟啊！哎呀，等唔切啦！咁啊，結果咧喺個醫院嘅門外咧就出咗世喎！哇，犀利啊！呢個好少聽呢啲消息嘅，依家呢個年代係嘛？以前睇電影啊、電視劇係有啊，依家都有啲咁嘅情況，我哋同大家睇睇下。不過補充多句就母子平安㗎，開心㗎，冇事嘅呢個。咁啊，另外咧就葵涌咁有個大廈咧就嗰啲嘅石屎咧從天而降，咁啊擊中咗呢個婆婆個頭啊，中咗頭獎，係頭獎一注中啊，婆婆冇咩大礙嘅，就包到個頭就大嚿啲咁樣啦嚇，就冇乜大礙嘅。不過呢個即係呢件事情咧，就令到咧呢座大廈嘅業主立案法團嘅代表就係被捕啊，咁啊同大家跟進一下。咁啊，另外咧就係呢個馬鞍山咧，懷疑一個的士咧就係即係經過嘅時候咧，就係車到一個應該話撞到一隻歌姬啊，咁啊令到隻歌姬離世啊。咁啊事後個的士司機不顧而去喎，咁啊而家嗰個嘅狗主相當之悲痛，亦都係好憤怒嘅。咁希望咧就係懸紅3000蚊咧，就係揾到一啲嘅車 cam 片啦，能夠捉翻呢一個嘅的士司機出嚟同大家跟進下呢個消息。仲有呢，一個35歲嘅香港男人就離境就去日本旅行。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咧，喺個行李裏邊呢，佢又裝咗一支胡椒噴霧涉嫌呢違反火器及彈藥條例就被捕啊！點解要帶支胡椒噴霧起身呢？係嘛，防狼器定咩呢？同大家跟進一下啦。咁最後咧就睇一單嘅社會新聞啦就係山頂纜車今日加價喎。咁成人嘅來回票價就係116蚊，咁小童同長者75蚊加幅咧接近4成嘅，合唔合理咧？同大家一齊睇睇啦。好啦，咁幾則嘅新聞咁我哋同大家逐單研究下啦先睇一睇咧，就係有一個嘅孕婦喺柴灣嘅東區醫院嗰度咧生咗個 BB。咁話說咧就喺尋日嘅傍晚6點36分。咁有個嘅即係大肚婆啦，咁要準備生仔忽然之間可能穿咗羊水嗰啲啦，咁即刻搭的士咧就去到東區醫院噶，咁點知咧一落車都未入到醫院嗰度喺個醫院嘅門外行咗幾步咧，BB 就已經係腸閘出咗嚟啦，個頭突咗出嚟噶已經。據了解咧，嗰個孕婦咧37歲噶，咁同朋友咧就諗住行緊街嘅時候，突然就覺得個肚好痛咁即刻就 call 的士就去醫院。最終咧 BB 等唔到啦就喺個醫院門外咧就出咗世噶。醫院咧有個保安員咧就話啦就目擊者咧就見到噶，就聽到咧個 BB 個頭伸咗出嚟噶。咁好彩咧就母子最終係平安噶，咁開心啊。雙雙咧就入到醫院就係進行一啲嘅檢查同埋治理。但係其實諗一諗咧，呢啲即係腸閘出世呢啲 BB 咧，好似今年都唔係第一次喎。上個月咧喺中環又有個商場定唔知有個大廈咧，就有個孕婦又係睇完醫生之後，就喺個商場嘅廁所裏邊就生咗個 BB 噶嘛。
係嘛？即係呢啲喺條街度生小朋友呢啲，其實今時今日係少見喎。以前可能係多睇電影啊、睇戲啊，成日多嚇，無啦啦，哎呀，蘇得啦，生得啦，係咪？有冇人全部過嚟圍個圈咁樣遮住，咁樣就有得個孕婦喺度生噶嘛？以前可能聽啲新聞就多，依家好似少啲啊嘛，係嘛？因為而家你嗰啲科技先進咗咧，咁你可以計算清楚。究竟佢幾時出啊？係咪預產期幾多啊？應該就比較準確啊！今年有2單啊，不過好彩啊，2單呢都係冇子平安嘅。咁啊，有好有唔好啦。係啊，唔好嘅地方就當然喺條街度梗係危險啲啦，係咪？衞生情況可能會爭啲啦。咁但係好嘅地方嘅係。個媽媽就唔使頂咁耐啦，有啲真係咩噶嘛，穿咗羊水等成10幾20個鐘都仲未出嚟噶嘛，咁嗰啲媽媽痛10幾20個鐘啊嚇！呢兩個媽媽呢就可以叫做爽啲快啲就出咗嚟啦，生咗出嚟啦，係嘛？不過爸爸就冇得陪住出世啦。咁啊，但係點都好啦，下晝都恭喜呢位媽媽啦嚇，能夠即係母子平安。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就葵涌咧發生咗一宗嘅墮物傷人嘅案件啊！咁啊喺尋日朝頭早嘅8點幾啊，警方咧就接報啊，就有個途人就報警啊，話呢個興芳路196號啊，葵豐大廈咧有個石屎就從天而降，擊中咗咧一個77歲姓劉嘅婆婆。咁啊個頭部受傷嘅，不過好彩咧就神志清醒。咁啊經過就係救護員咧就係包紮後咧，亦都係由救護車咧就送到瑪嘉烈醫院嗰度咧治理噶。嗱，經過初步調查咧，就警方係以涉嫌容許物體自高空墮下咧，拘捕咗呢一個大廈就係61歲姓屈嘅業主立案法團代表。嗱，屋宇署又話噶嚇，咁啊署方咧就都接到呢個嘅消息之後，亦都係馬上去現場嗰度勘察嘅。咁啊發現咧就嗰個外牆咧有一塊就係50毫米乘50毫米嘅混凝土就剝落嘅，即係5厘米到啦，就一隻手指咁長到啦嚇嘅一個石屎跌咗落嚟，擊中咗個頭。咁但係咧就屋宇署嘅職員咧就檢查後咧就認為樓宇嘅結構咧就冇明顯嘅危險嘅。咁啊，至於點解會有嚿石跌咗落嚟呢？係咪過去有做過一啲嘅工程？有冇人涉及一啲嘅偷工減料啊？各樣嘅原因呢？咁都要有待就係深入嘅調查。咁而家就要呢啲要捉得好緊噶啦，因為雲福苑呢單嘅世紀火災啦，係嘛？咁啊令到大家對於呢樓宇嘅結構就係會更加關心嘅。係咪以前呢做業主立案法團呢？就有啲人係湧去做啊嘛，係咪？可能有啲游水咧，可能有啲圍下標啊，有啲錢賺下咧，會咁樣諗啊。但係我諗，即係經過宏福苑嘅呢一場嘅即係意外之後啦，冇噶啦。我諗應該唔相比以前啦，啲人冇咁積極去做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噶啦，係嘛？你做咗你個大廈冇事又話啫喎，係嘛？有事嘅話咩都係你負責㗎，係嘛？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時代嘅轉變啊！咁啊，呢個我哋有機會再同大家詳盡去討論一下啦。咁啊，另外咧就馬鞍山咧就有一隻嘅狗啊，一隻嘅哥基犬啊，就係被的士就係撞到啊，咁啊離世㗎。嗱，涉事嘅的士當時係不顧而去。嗱，一隻4歲嘅哥基犬咧，就係原本咧就同個主人咧就喺度散緊步嘅，咁啊突然咧有個馬鞍山啊就有個的士咧就撞到隻狗，咁啊狗咧就係離世啦。咁佢係嗰個主人啊相當係傷心同埋係憤怒啊，咁佢好傷心啊，喺個馬路咧睇住嗰隻狗就不停咁喺度喊。嗱，事後咧就佢嘅親友咧就喺網上高就發咗啲嘅文章，就係話咧嗰個的士咧係唔單止係衝紅燈啊，撞到之後咧就甚至咧就不顧而去，咁啊希望咧就懸紅咧3000蚊啊，要求咧睇下有冇一啲附近嘅一啲閉路電視啊或者車 cam 片咧能夠可以做到一啲嘅證據啊，咁啊希望咧將呢個涉事嘅的士司機繩之於法。咁嗰個主人都話嘅，佢話呢隻哥基犬咧好乖嘅，譬如話你好識都係聽指令嘅。咁譬如話咧去到過馬路啦，譬如話係紅燈咧，叫佢喺度企喺度等咧，佢都係好識得聽指令嘅，就真係企喺度等。咁啊，佢哋就冇衝紅燈嘅，只係個的士咧就無啦啦唔知點做乜嘢，就停都唔停就剪過咗呢隻嘅哥基犬啊，搞到咧隻哥基犬就翻滾咗幾米啊，咁啊個肚啊下半身都有啲嘅車胎嘅一啲印喺度啊，咁啊當場亦都係證實不治啊。咁希望睇下有冇啲嘅即係現場嘅人啦，能夠見到嗰個嘅事發經過或者啲嘅車 cam 片咧，能夠盡快同呢一個即係狗主聯絡啦。咁另外咧就機場警區啊，咁啊早1-2日啦，就話咧機場嘅保安人員咧就幫一啲出境嘅旅客咧進行一啲安全檢查嘅期間啊，發現咧有2件嘅行李裏邊咧藏有一啲嘅違禁品。
咁啊，經過調查後咧，呢兩件嘅行李咧都係屬於同一個男人嘅，一個咧就係35歲去日本嘅香港男人。咁啊，機場嗰啲嘅警區嘅人員咧接報到場咧，經過調查之後咧，就係以涉嫌就係行李藏有2支懷疑係胡椒噴霧啊，將呢個男人嚟拘捕噶。咁啊，男人做咩帶胡椒噴霧咧？係嘛，即係驚可能我一個人去日本啊嘛，我驚有色狼。但係你男人嚟喎，係嘛？做咩要帶呢個胡椒噴霧咧？咁啊，警方提醒一下，即係帶呢啲又唔得㗎嚇，即係呢啲咧，即係胡椒噴霧咧就係違反咗火器及彈藥條例嚇。咁啊，一經定罪咧，最高刑罰咧係可判監5年㗎。咁啊，係咯，市民們啊，切勿以身試法啦嚇。咁啊，解唔通喎，男人老狗做咩要帶胡椒噴霧咧？係嘛？女人都仲講得通啊，係嘛？防狼器定各樣嘢，你男人帶嚟做乜嘢咧？真係。係嘛，真係奇怪啊！咁啊，呢個大家要小心啦嚇，切勿帶埋呢啲違禁品啊，仲要搭去坐飛機，你知咩意思啊？係嘛，恐怖襲擊啊！真係。好啦，咁啊，最後啦就山頂纜車嚇，就29號嘅今日啦，星期一咧就係宣布加價噶。咁啊，成人嘅來回票價由108蚊咧加到116蚊，咁加幅咧係7.4%。咁啊，小童同埋長者嘅來回票價咧就加幅39%啊，由54蚊就加到75蚊，哇！加21蚊喎嚇。咁啊，成人嘅單程車票咧就由76蚊就加到82蚊噶。咁啊，小童同長者嘅單程票價就38蚊就加到52蚊。咁啊，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嗰度咧就提醒下個乘客咧，如果喺今個月31號或之前咧，透過山頂纜車嘅官方網站同埋一啲即係網上嘅購票咧，咁啊可以繼續用一個舊嘅票價就買飛。咁啊，有效嘅日期咧能夠去到明年嘅1月31號。咁啊，加呢啲山頂纜車冇乜人嘈嘅，你香港人即係你幾可嘈嘅，啲唔係主要交通工具嚟啊嘛，你都擺明係旅遊地方啊嘛，同埋香港人幾可坐啊，係咪？你1年都冇坐過一次，係嘛？可能幾年、10年坐一次都唔頂，係嘛？山頂纜車係一個香港嘅特色，但係我哋香港人好少坐嘅。實質去坐呢啲山頂纜車咧，都係啲遊客多。咁你遊客嚟到咧，其實你多10蚊、20蚊對佢哋嚟講又唔係好大分別嘅，都預咗嚟玩嘅啦，係嘛？咁所以加下呢啲都 OK 嘅嚇，即係又唔會話好影響到我哋香港人。不過咧，我有啲影響啦，因為我個仔好中意坐山頂纜車嘅。佢唔知聽咗乜鬼嘢兒歌啊！有兒歌係唱山頂纜車啊，係啊，有得唱啊！山頂纜車，山頂纜車，由中環到太平山，6個車站，不分早晚，看看維港景色多璀璨。真係有得唱啊！有啲香港嘅 YouTuber 咧係專為呢個交通工具作嘅，即係香港有嘅交通工具咧，佢都幫佢作一隻歌，即係勁啊！所以呢個加價對我嚟講咧，影響都幾大。不過山頂呢啲地方咧，即係去一次咯，係嘛？即係有咩做？其實真係冇咩好做啊！即係你譬如你坐山頂纜車，嗰程車可能5至10分鐘，上到去山頂啦。咁你上到去咧，佢有個凌霄閣，有個商場，咁有個蠟像館，咁啊冇嘢做嘅咯，真係嘛？真係唔知做咩，睇下維港夜景咯。咁你講緊你玩晒所有嘢2個鐘都搞得掂啦，但係你排嗰一程嘅山頂纜車咧，可能都排1粒鐘喎，係嘛？但係遊客當然會覺得好特別啦，係嘛？即係話可以睇維港景色，又可以坐呢個山頂纜車，但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就比較悶啲啦。即係如果你俾我揀，我情願坐呢個昂坪360啊，昂坪360啊嚇，都唔坐山頂纜車。啲山頂纜車就排得又耐，係嘛？咁啊上到去又冇嘢好做。你話你去坐昂坪360都可以睇下大佛啊，食下齋啊，係嘛？吸下新鮮空氣都可話叫，同埋嗰程嗰個昂坪360個車程都耐啲啊嘛，係嘛？啲山頂纜車真係唔知有咩玩，有咩做啊，比較悶啲啦。仲有佢有個山頂廣場，唔知山頂商場定山頂廣場啊。佢嗰個商場呢，好多鋪頭都冇開嘅，即係好多都租唔出啦，吉咗喺度嘅。係啊，所以真係上到去都唔知有咩好做啊！真係可能行下山咯，係嘛？但係帶小朋友行山就辛苦啲，係嘛？咁啊，係咯，山頂呢個地方我一般啊，麻麻地，睇下有冇啲即係觀眾係好中意呢個地方，不妨一次可以分享下啦。好啦，今日嘅新聞報道啊，中午嘅新聞報道嚟到呢度先啦。咁啊，希望聽日能夠回復翻正常啦，去翻即係朝頭早同大家跟進啲新聞啦。好啦，今日分享跟進到呢度，臨咗之前留言討論下你借題發下，最重要讚好廣播訂閱到頻道，下條片我哋再傾過啦，拜拜。